近期喺觀塘一家主打中式小菜嘅食肆喺網上引發咗討論，有網民留意到嗰間鋪標榜即炒同鑊氣，但從出面觀察，廚房入面唔單止冇傳統中餐廳必備嘅爐灶，甚至連一隻傳統嘅炒鑊都冇，取而代之嘅係員工使用類似微波爐嘅設備嚟加熱食物。呢種情況令唔少人懷疑嗰間鋪係咪用緊近期備受爭議嘅預裝菜，仲只係將工廠整好嘅菜式逐個加熱嚟敷衍食客。面對網絡嘅質疑，嗰間鋪嘅負責人出嚟澄清，並公開咗廚房嘅實際運作情況。事實上，店內完全冇使用已經煮熟嘅預裝菜，而係引入咗15部台台炒菜機。呢啲機器外觀方方正正，帶有黑色活門，確實容易令人聯想到微波爐。負責人嘅運作模式係咁樣，廚房準備嘅並唔係熟食預裝菜，而係預先分裝好嘅生肉同新鮮食材。店員嘅操作流程非常標準化，只需展開食材包裝，加入指定嘅調味料，放入鐵盒入邊，然後掃描單據上嘅二維碼。機器讀取二維碼之後，會調出預設嘅專屬食譜進行烹調。炒菜機嘅最高溫度可以達到攝氏240度，成個烹煮過程大約需要5到8分鐘，一份熱騰騰嘅菜式就能夠出爐。呢種模式大幅改變咗傳統餐廳嘅成本結構。雖然每部炒菜機嘅售價高達約20萬港元，前期投入巨大，但店主經過計算之後認為呢筆開銷依然低過長期聘請專業大廚嘅成本。喺15部機器同時運作嘅情況下，嗰間鋪每小時可以穩定產出150至200份菜品，而喺繁忙嘅用膳時段，成個廚房只需要安排2至3名員工負責處理食材入機同埋出餐嘅工作，極大地節省咗人力資源。對於呢種新穎嘅烹飪方式，香港本地消費者嘅接受度存在差異。部分食客覺得呢種模式好新鮮，而且出餐速度極快，唔使10分鐘就攞到餐點，非常符合香港人快節奏嘅晏晝飯需求。但亦有一部分食客喺品嘗之後指出，機器炒出嚟嘅菜式喺受熱均勻度上同人工炒製有明顯分別，喺香氣同味道上仲有改進空間。為咗更客觀地評估機器炒菜嘅水平，有資深中菜大廚對嗰間鋪嘅出品進行咗試食同分析。喺品嘗沙打牛肉炒河嗰陣，大廚俾咗7分嘅評價。佢認為河粉冇變爛，沙嗲味道夠。作為追求方便快捷嘅快餐形式，如果食客要求唔高，呢個係完全可以接受嘅水平。然而喺品嘗爆炒五花腩嗰陣，評分就跌到去6分。大廚指出，五花腩顏色偏白，顯示機器炒得唔夠透徹，缺乏傳統小炒應有嘅焦香味，而且配菜嘅口感亦都略有偏差。大廚嘅分析點出咗機器同人工嘅核心差異。傳統中式烹飪極度依賴鑊氣，呢樣嘢需要廚師通過猛火快炒，精確控制熱鑊同火候嘅變化，從而逼出食材同醬料嘅香氣。機器雖然可以設定高溫並模仿翻炒動作，但無法達到傳統爐具嘅極限熱度，更欠缺咗廚師喺烹調過程中根據食材即時狀態進行微調嘅判斷力。簡單嚟講，機器提供咗高度嘅標準化同效率，但失去咗傳統烹飪入邊嘅靈活性同工匠技術。呢種以機器代替人工，追求極致性價比嘅餐飲模式，唔單止喺香港出現，喺內地市場亦都已經形成咗龐大嘅產業規模。近幾年，隨住經濟環境嘅轉變，內地1、2線城市嘅白領群體喺日常工作餐嘅選擇上出現咗明顯嘅消費降級趨勢。過去喐唔喐，就喺高級商場消費嘅習慣，逐漸被性價比更高嘅平價餐飲取代。喺呢個背景下，消費者對於完全由工廠加工好，只需微波爐加熱嘅預裝菜產生咗抵觸情緒。佢哋希望食物可以平，但同時亦都必須係新鮮現炒嘅。於是，一種源自湖南嘅特色快餐蓋碼飯迅速走紅，成為都市白領嘅首選。蓋碼飯嘅運作方式係將新鮮炒好嘅菜式直接淋喺白飯上面，
菜品種類豐富，有肉有菜，價錢通常喺10幾至20幾蚊人民幣之間。呢樣嘢同北方嘅蓋澆飯有所唔同。北方蓋澆飯通常係大鑊製作，帶有濃厚澱粉，打芡後再分裝；而南方嘅蓋碼飯講求小鑊猛火現炒，蓋碼分明。然而，好似霸碗、狀元派等迅速擴張嘅蓋碼飯連鎖品牌，能夠以16蚊左右嘅低價提供現炒菜式，仲一年賣出數百萬份，背後同樣依賴於炒菜機嘅普及。面對消費者對預裝菜嘅恐懼，呢啲品牌打出咗拒絕預裝菜、新鮮現炒嘅口號。對於消費者嚟講，只要食材係嗰日新鮮洗切，喺現場通過機器加熱炒熟嘅，就唔算令人反感嘅預裝菜。喺內地嘅快餐市場入邊，炒菜機嘅應用已經非常成熟。提供炒菜機嘅科技公司已經賣出咗數以萬計嘅設備，唔單止快餐連鎖店大量採購，甚至部分家庭都會買嚟節省煮飯精力。餐飲企業大量引入炒菜機嘅原因，同香港觀塘嘅食肆如出一轍。機器可以24小時待命，解決咗專業廚師難招、流動性大、脾氣難以管理嘅問題。雖然洗菜切菜仲係需要人工，但呢啲係冇技術門檻嘅工作，極容易揾到替代人手。內地消費者嘅心態非常務實，佢哋清楚機器炒出嚟嘅菜喺火候、落調味、鮮厚同埋去腥等細節處理上確實不如專業廚師。但考慮到只需花費10幾20蚊就可以食到有菜有肉，營養比輕食餐更豐富，而且能提供充足碳水能量嘅熱飯，佢哋完全可以接受機器炒菜嘅些少瑕疵。只有當消費金額達到幾百蚊嘅高檔餐廳嗰陣，消費者先至會排斥機器炒菜。喺資本科技結合快餐模式瘋狂擴張嘅同時，香港嗰啲陪伴咗幾代人成長、依靠純手工製作嘅傳統街坊老店，卻正以驚人嘅速度批量倒閉。喺元朗經營咗58年嘅國記粥店，係區內早期少有嘅室內食肆。半個多世紀以嚟，鋪面冇華麗嘅翻新，一直以親民嘅價錢提供用料紮實嘅艇仔粥同炸兩，係附近街坊熟悉嘅早午餐選擇。然而，嗰間鋪喺近期宣布結業，負責人坦承，結業嘅根本原因係自己年事已高，體力已經無法應付食肆日常繁重嘅工作。傳統店鋪過度依賴經營者嘅個人體力同經驗，當經營者精力下降嗰陣，食物品質往往會出現波動。例如元朗嘅粥鋪，部分街坊指出佢近年嚟嘅水準有所下降，配料減少。市場係客觀嘅，即使擁有長久嘅歷史，一旦產品質素下降，消費者亦會自然流失。點解呢啲深受街坊歡迎嘅老店冇年輕一代願意接手？核心在於經濟回報。呢類傳統小食定價低廉，利潤空間極窄，佢哋過去能夠生存，完全係建立喺老一輩經營者長工時、極低人工成本嘅自我剝削之上。喺現時嘅經濟環境下，後生仔花費大量時間學習呢種極度辛苦且利潤微薄嘅手工技藝，喺經濟計算上係唔合理嘅，缺乏經濟誘因，直接導致咗傳統手工飲食技術嘅失傳。綜合觀塘嘅台彩炒菜機、內地蓋碼飯嘅走紅，以及香港傳統老店嘅消亡，我哋可以清晰咁睇到，餐飲行業正經歷一場由成本同效率主導嘅結構性轉型。大眾嘅日常餐飲需求正回歸基本，佢哋需要平、快、熱騰騰，且唔係工廠預裝加工嘅食物。喺呢個需求下，食物是否具有大廚賦予嘅靈魂或鑊氣變得次要，只要達到及格線嘅味道，並提供足夠嘅營養同飽腹感，就能夠贏得市場。面對高昂嘅租金、人工成本以及專業廚師管理嘅困難，引入高科技嘅炒菜機進行標準化生產，成為咗維持利潤同實現快速擴張嘅最優解。機器取代咗大部分技術性嘅烹飪工作，將複雜嘅廚房運作簡化為簡單嘅標準化操作。與此同時，嗰啲依賴密集勞動力以極低利潤換取生存空間嘅傳統手工老店，喺經營者老去且後繼無人嘅情況下，只能選擇退出歷史舞台。呢種味道嘅消失雖然令人遺憾，
但喺高成本、講求效率嘅現代商業社會中，卻係一場不可逆轉嘅宿命。餐飲市場嘅資源正不可阻擋地向住標準化、機械化同高效率嘅快餐模式傾斜。